继续要来讲，这无水通用是一件真麻烦的代志。高雄小港大坪顶的地区停水已经停10天了，这个便所无水通冲，洗身躯爱走去甲亲真麻烦。尤其是这个卖食的店家无水通洗菜，这生意根本都袂做哩，是甲在地人母甲真抓狂。原来是前端的管线破去，这个水压伤低，这个水送袂到地势较悬的大坪顶。还阁拄着落雨，这个抢修的工程都要暂停。偏偏最近阁一直咧落雨，工程无法度来进行。这真正是无水兼轮月，这个厝下楼阁拄着透霉雨。拢无水，水道头一个拍开，拢无水。你来看真贵的，拢了烧的。大家忙食外口啊，较济啊，免哪煮。超过一礼拜无水通用做生意的嘛是真艰苦。这几天生意很差。就算水车在水内，根本无法度摕来洗菜，人客想要买嘛无法度买。就是要做生意。有些东西要水洗的，比如说米，那些我们就没办法做。小港大坪顶地区因为地势较悬，平时送水时拢爱加，要过为8月15号开始，因为公头漏水，还要无够，根本无水通用。 2台都烧坏，像我们邻居有没有好几个都烧坏？几排住户因为欠水，莫大受害了，损失惨重。做了水公司赶紧抢修，要不嘛要看天公伯的意思。若落大雨，修理工程都要停工啊。当地大约有3000户会受到影响。下雨的时候，那个箱涵的水淹起来，我们又必须停工，等箱涵的水退了之后，才有办法继续施工。所以这个难度很高。我们把这个工地赶起来之后，那当地的水压就会恢复正常。小园区煮菜便所拢要用到水，敢若一个管线破去漏水尔，就要互这居民无水通用，前后将近10天。在地人嘛讲，这款的问题未来用彻底解决。